老板这边来，老板这边。妈，你的狗要吃到哪了？拍一下这个，这个好看。妈的妈妈，还可以去拍狗了。哎。妈的妈。阿杜做嘛都来了几天了，嘎？没有啊。他们说那个芒果手，他说来了几天了，他说的。哎，对，来了。他说这跳舞的时候还是才来，他说。是谁啊？成都吗？不知道哎，去嘛，反正都有影响。应该是那个是那个小罗，小罗和他朋友在跳，他来了个朋友给他拍视频。看不过来，太多人了。对面是扎西拉姆，这边是小倩，然后小罗和他的朋友，不知道叫啥，就是跟他一起。
这个老乡德国的，两个都是德国，两个都是德国的。来喽来喽来喽！
进来的朋友们，走一会儿点个赞，点个赞，点个赞，快走，不要紧，这要干嘛？帮我看一下直播。好好。这一场大赛一场结束呀，这一个个大一个个送人，这一上人的着那上那呀，这一那有人的着个手机，这一那有人的着个手机。进来的朋友们，给我听。谢谢你们，现在给我点个赞，点个赞，看直播。他说给你喝水哈，他说哈，再调了我就给你喝水。我也去把脸先洗一下，有点流汗了。这个一直在成都，他只是以前在安德，这过段时间就回去了。真欠，有喊的嘛？真欠回。所呀啦呀，路过了的人，想咱多难。
学校做的有点难。我前头有点不熟，我今天才学会。我刚学会的，我在学啊。学一遍，我们先不急。小钱，扎西。
真心酸儿。 Just